为着要让南部甲北部媒体资源分配更较照稳，台语台南部中心伫高雄定军，在地学者甲学生拢真期待，希望未来南部中心会当结合在地产业，讲出下港的故事甲文化。公司台语台对108年7月8送到达，未满4档，为着要伫咧南部定根，伫咧高雄设立南部制作中心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平衡南北资源，在地学者甲大学生嘛充满期待。文化吼嘛是真水、真美丽吼，所以呢，即届咱的节目也会使吼来甲咱的高雄，啊，佮结合咱高雄即摆的科技吼，啊，佮即摆学生的自媒体，会使互咱规个产业规个拢活络起来。设在高雄的话，其实对我来说就比较近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新来讲，未来出路就好诶，安尼就有帮助诶。长期以来，媒体拢设伫咧北部，以北部为主。即摆公共集团的南部中心，嘛有设专业的电视摄影棚，嘛会伫南部制作各种类型的节目。电影的文书工作者嘛期待南部中心会当互南部人的心声，互人听到南部人的人文历史受到重视。咱台语台会当对电影愈啊深入，啊，因为你有愈啊深入的部分呢，会当伫民俗内底哦，因为有那些咱电视报道拢啊浅层啊。我想台语台南部中心成立一定会为这个事情有一些改变的可能啊，不是只有节目中心就能够改变所有，当然它是一个开始，可是更重要是说相关的资源是不是有够均衡的分配到每个地方。团本学者认为，南部制作中心正做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会当是改变媒体资源长期无平均的一个开始。除了有产学合作，嘛会结合在地文化产业，形成影视自乐，让台湾的影视界会使得到正人的娱乐。记者李新武、林慧婷、赖伟哲综合报道。